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大鼻乡的吉田社区举办着绝美丰收节的活动，先邀请到总铺师来教社区的居民安怎做美食，有菜头粿、麻糍、米糕、红菇粿等等，然后邀请村民甲游客来分享因学习的成果。 摆红菇粿、金粿包等等用米加工做点心，这是云林县大鼻乡吉田社区的绝美丰收节活动。因邀请杜仔师来到这上课，希望当互更加侪人了解真侪种米无共款的做法。为着要推广咱的米，特别办这个丰收节，互大家来试食咱的产品。 总铺师陈心娥除了教民众用糯米加在来米制作金粿包，活动现场嘛准备菜头粿、麻糍、米糕、红菇粿等等，无共款的米做出来好料理。咱若一般会叫的像米糕，也是讲迄个麻糍，咱就要用迄个糯米。主办单位希望借这个活动，让民众更加了解米有无共款的做法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